针对着花莲的灾情，交通部公路局昨暝第一时间就启动着应变的机制，而且来设立着前进指挥所。交通部长陈世凯马上到花莲来视察。 为着要来降低着断桥了后造成的交通的冲击，部长来指示，而这个溪水小可退流了后，以10月15为目标，先来完成着河床涵港的便道，和应急的车辆先来通行。我会跟院长在南端会晤。 花莲马太安溪桥去洪冲断去，南投冲击批花莲的厝体，造成严重的灾情。23号暗时，交通部公路局遂启动应变机制，设立指挥所。行政院长杜英泰嘛赶到花莲探灾，交通部长陈世凯政治案嘛赶到位了解状况。堰塞湖的这个溢流，完全不是在之前我们6、7年前所规划建设这条桥梁的时候所规划的那个样子。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天灾。未来我们先做一个钢桥，让大家可以稳定的通行。这个部分我们会努力先来做。今马上要紧的是推动恢复的作业。 10月15为准完成河床涵港便道，下降应急的车辆，在2027年甲全桥改建完成。陈世凯嘛强调，光复车站和南投引调，代替第一时间嘛紧急抢通。我们也会增加班次，让台铁从花莲到光复的时间大概30几分钟到40分钟就可以到光复这边来。中央跟地方的救援团队要过来光复的话，透过台铁，我们会单一窗口。 协助安排车次。要让救援团队紧到灾区，花莲县长徐正伟嘛表示，已经调度人力甲机具，甲南投清了。腰的这个淤泥，把它先清除，开出我们所有的道路，让我们的这个救灾队能够进去，还有送物资能够进去。道路若是抢通了后，会先把物资送去灾区，嘛请相关单位紧恢复光复乡电力供应，解决灾民的困境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